一點撞三邊別墅靠海邊啊，大佬200萬都唔到，直接攞低呢套溫泉入戶嘅別墅啊！過嚟大灣區退休養老生活咧，呢啲先係叫做生活啊！大佬感受下呢套別墅先。一樓咧就係我哋嘅餐廳、廚房同埋我哋客廳位置，非常之精緻嘅2層別墅啊！過嚟感受下先。呢邊咧係全花園，佢係共2層。使用面積高達500個平方啊！呢邊咧停車或者你喺度 BBQ 都冇問題嘅，佢係主副樓嘅設計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長輩房，第一個標配嘅洗手間。你睇感受下，呢間房間都唔細㗎，入邊都有洗手間嘅位置，真係非常之靚仔嘅別墅啊！又安靜又方便嘅別墅，即係你想喺度退休養老生活，又想安安靜靜買套別墅咧，呢啲別墅你值得擁有啦！過嚟感受下先。呢邊咧係2樓，佢而家咧係設計咗2間套房嘅設計。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呢個位置廳台啊！哇塞，你睇，每日瞓醒過嚟呢度飲翻杯咖啡，或者晚上睇星空，呢啲空氣滿滿嘅負離子啊！仲有湖景嘅，你話唔中意咩？呢個樓盤車程都係1個鐘就直接翻到去港珠澳大橋，翻香港都冇問題嘅。佢有業主巴士翻香港噶，你唔使擔心坐車唔方便嘅。呢間咧係客房帶標配嘅洗手間，一樣係瞓醒有落地玻璃窗睇出去嘅湖景啊！呢套別墅真係唔使1000萬啊，200萬都唔到，可以直接攞低啦！哇塞，呢個主卧真係瞓醒自己都開心啦，大佬帶埋浴缸噶，溫泉入戶噶，有興趣嘅朋友咧留言3個6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